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林雅区饭店一个79岁阿伯过车路冲红灯，汽车驾驶未负打档啊，弄死一个过路人，警方嘛加厘清原因。台电李元汉抢修丰台停电，后搁压电电着状况真歹，家属决定要关出器官，总统嘛办法培养力来感谢伊的奉献。AIT 昨公布美国甲台湾等个参上太空港计划，未来台北飞休斯顿只要2点半钟。国科会嘛按什么伫屏东来设太空港的计划。来看高雄林雅区饭店哦，有个汽车弄死过路人。这赛车的查甫人讲，伊看到青灯起行，79岁阿伯哦，所谓路线，所谓过路线冲出来，已经未负打档啊咯。阿伯送病院嘛救无回来。警方是表示讲，这个过路人冲红灯哦，这个汽车驾驶嘛违法，无先停来让过路人先行，也毋过详细原因爱个厘清。救护人员做完紧急处理了后，随将受伤的民众先送病院急救。高雄林雅区的成功一路甲永庆街路口，22饭店发生车祸，赛车是41岁细谈的查甫人。伊讲家己车顶起行来到永庆街路口，看到阿伯人伫斑马线顶悬已经未负打档。行人闯红灯还是你闯红灯？我绿灯。你是绿灯。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肇事车辆的引擎盖已经变形，玻璃嘛碎糊糊。受伤的用路人是今年79岁细龄的查甫人，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警方表示，初步了解事故原因是因为用路人冲红灯行斑马线，汽车驾驶来到路口有斑马线的所在无放慢速度，停让用路人所造成的。详细肇事原因，阁需要等待进一步的鉴定。警方强调，无论是用路人也是赛车骑车的民众，经过路口拢爱遵守规矩，安尼才会当确保安全。汽车驾驶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要慢看停，特别是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要特别注意。较浅色的、较白色的，就较有人较有看到啊。啊，你穿黑色的人就较无看到啊吧。啊，你过路的时阵啊，你会知影讲啊，爱特别惊啥物，还是讲看啥物好无？看红灯、青灯。针对这个案件，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随帮用路人冲红灯，不过驾驶无让用路人致使肇事弄死人。对了，依法上悬罚36000块以外，卖吊销驾照。同时按照刑法过失致死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邝家族、柯昭勇、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苗栗一间私立幼儿园哦，有教保员生一个4岁查某囡仔喙皮，监视器冒翕到。幼儿园会室内，讲是因为咧调查另外一个学生伤害案件的时，一个教保员情绪失控，这个小教保员嘛已经互死头落落，关切户嘛扩大来调查。教保员甲查某仔叫我来，讲无几句就出大力用手拍伊的面甲身躯，害查某仔遐摔一倒。宜兰县一间私立幼儿园团队不当的管教，家长看到死许大的查某囝，互老师拍，心肝来真艰苦。老师，你有看那个影片吗？老师，你知道吗？我知道，对不起。代志发生伫这个月初10，苗栗县政府是伫15接到民众检举，幼儿园讲拍人的性感的教保员在职8年，无不当管教甲拍人的记录。代志发生了，已经甲改变，拍人的原因是班上另外一同学目睭扣同学刺伤，教保员伫咧质问防止人的查某囡仔时，情绪失控。小女孩大概害怕，也坚持不讲，所以老师在盛怒之余，就3番2次的打她的嘴巴。平常这个教保员几乎是没有打过孩子，这个我们可以做保证。苗栗县政府已经开始调查调查监视器，认定明显违反儿少法，会交罚6万到60万，相当未来拢袂当踮咧教保机构服务。很明显已经违反这个儿少法，那依法来说，我们是可以裁罚6万到60万。而且可以公布其姓名。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只要发现老师的声音有过于尖锐、吼骂的时候，其实园方就要进来稍微安抚跟制止。但是呢，园方常态性应该是没有在做巡堂的工作。日本基金会讲，这个教保员专业能力无够，按画面中教保员甲囡仔的反应来看，可能毋是头一届拍人。幼儿园的巡查甲配饭制度明显失效。政府除了调查以外，嘛要检讨教保员的培训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员工李元汉伫嘉义义伫抢修电力，互个压电哦电着到 ECMO 抢救1礼拜，共款佫真严重。家属是真毋甘，决定要放伊走，佫带伊来关出器官来维爱人间。总统府嘛表示讲，赖总统会代表国家颁保养令，感谢伊对社会无私的奉献。
对也有幸，我们还能选择让他保有最后的光荣和尊严。36岁台电员工李元汉的爸爸唔敢看到囡仔佮受苦，讲甲目屎流出来，这张穿台电工程衫的相片，是这回风灾了后，伊透明的检修落尾新影，伊无说你互高压电电着，送病院抢救，到 ECMO 一礼拜来维持性命，到打病犹原无较好，家属伊决定选择互伊好好离开，经由医生评估，结束 ECMO 治疗，透早7点20分宣告死亡，家属嘛决定捐赠器官。家人共同的决定是将元汉的器官捐赠出来，化小爱为大爱，让他可以遗爱人间。1周左右的这个极力抢救，那他的全身的主要器官还是呈现一个重度衰竭的状态。我们临床上判断是不可逆转。在这段献金的过程中，李先生的家属也展现了极大的勇气跟爱，那选择让他走向这个安宁跟平静的最后的过程。李元汉的爸爸感谢各界对因的安慰甲鼓励，表示讲实在不忍心，佮用高端的医生系统来拖磨伊的性命，希望伊通好好行人生的落尾一段路。刘颖基比病院讲，这回医疗团队尽全力来抢救，真感谢李元汉无私的奉献，落尾捐出感冒，无私奉献给社会。过程里面看到，除了元汉的大爱之外，其实还有家属跟医疗团队，所以这一块我要谢谢元汉，还有元汉的家属，给我们学到很重要的一课。那我真的希望元汉可以一路好走。台电工程车摆做一日，准备接李元汉返去家己。李元汉伫台电服务被挖近10天。总统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赖清德总统嘛表示哀悼甲唔甘，真多谢伊为社会付出，尽全力拍拼到最后。赖总统会代表国家参人民颁发包容令，感谢李元汉敬业的精神。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你7月2日大罢免投票，阁剩4天哦。伫企业家资通人朴文小婷同意罢免，嘛要担任中科核三公投赞成方辩论代表的董子贤哦，伊嘛表态支持要罢免布坤基。花莲囡仔董子贤今仔是去花莲扫街催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尊重，嘛强调讲会当对个别委员有意见。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讲，伫台湾社会，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花莲子弟的骄傲，合作董事长童子贤董事长回到花莲，与我们站在一起。这个4天就是726罢免投票，伫企业界头一个打出来支持大罢免的全联前总裁徐仲林了后，花莲随出身的核心党市长唐子贤嘛头一个表态支持罢免在地的哪位布坤基。伊讲花莲的政治变作孤芳独持，很多人都感觉很闷，好像一潭水流不动了，容易这个变脏污。不管是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应该让年轻的一代的人才都有发挥的空间。照中选会公告，这届布坤基罢免案会当投票人数是191367人。法定25%就是47842人。当同意担任中科核三公投正方辩论代表的唐子贤，另外立场甲拿赢小话，伊讲无论是支持核三演绎，也是罢免顾坤基，拢是出于伊的良心。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尊重。大罢免其实是一个完全违反民主的作为啊！你可以对个别的委员有意见，但是不可以全面性的去罢免所谓的所有的在野党。当时阵罢免团队反共后台志工联盟公布上新的影片，宣布24要伫开头举办大型晚会，就音乐界、影视界大牌友来支持。另外，社群平台Threads嘛有一波罢工罢缴支持罢免的活动。我们也有好多百工百业，尤其很多中小企业也都在挺不同意吧。好，拜托你哈，谢谢。南亚嘛持续车队扫街催选票反制罢免。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伫前一天讲，等6个党即马总算要拍倒国民党。朱立伦批评讲是独裁的心态，伫伊的心肝内，利用消灭在野党的理由来推动罢免，敢若会互民众反感。记者综合报道。有外国媒体指出讲，台湾最近新罗讲要捐钱予以色列伫约旦河西岸的屯垦区，要来进行医疗计划。嘛讲台湾甲以色列会当来建立友善的关系。有专家是指出讲，这款做法违反国际社会处理对以色列占领行为的态度，可能会有负面的效应。我国相信健康无国界，疾病也没有边界。台湾目前虽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会员，
不过，仍以行动落实这项由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原则，同时希望能够为世界上欠缺医疗资源的民众提供必要的关怀以及人道协助。针对专家有疑虑外交部是表示讲，国际社会是要求各国禁止伫当地做投资甲贸易。台湾目前咧讨论的是领导援助卫生医疗合作、健康无国界，应该是袂引起国际的反弹。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接见欧洲议会代表团，总统感谢欧洲议会长期的支持，嘛讲到台湾毋但爱面对假信息的攻击，佫会受到灰色地带的侵扰所以台湾成立全社会防卫论成的委员会，咱个嘛愿意甲欧洲来分享经验，深化台湾深化社会论成的合作。台湾站在世界民主防线的最前缘，我们有决心致力维护全球的民主、和平与繁荣。我们也希望与欧洲分享经验，深化彼此在治安、媒体识读以及社会韧性上面的合作。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and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aiwan should work more together. We are democracies and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autocracies want to weaken and divide democracies. 罗瓦斯表示讲，欧洲受到罗西亚的干预甲威胁嘛认为台湾甲欧洲应该爱加强合作。嘛讲透过这届的访问会当来合适咱台湾推动全社会防卫论成。嘛强调讲，欧洲议会会继续小挺台湾。再来看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甲台北市议员尹晓薇，昨暗佮裁定严压。下议点是指出讲，甲专案有密切相关的证人嘛是佮还未传唤到庭，嘛是佮有未证甲串口径的疑虑，会随时来审视今仔嘛佮再审金华城案传唤证人，台北市都法局的总工程师杨志胜。另外，民众党嘛表示讲，会向法院来申请7月2日，互郭文地出来投票。主席会长出来监护投票吗？警备车到位，加油声是直直发，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甲台北市议员杨晓薇，互法院裁定验压了后，日搁再互提审到庭审理金华城案，两人的表情拢小可沉重。律师，我们会提抗告吗？对8月初2开始，爱搁验压2个月，裁定的理由讲到，甲专案有密切相关的证人，拢等待传唤到庭，无法度排除两人未证甲交传的记录，爱看后续的审理，随时审视羁押的必要性。连到是共案的被告李文忠甲沈庆京，拢互裁定停保。佩奇医师，我想他的情绪低落是不在话下那事实上，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是不断的在哭泣。那早上的时候，他打了电话跟我说，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来听庭了。这届开庭重点传唤台北市都法局总工程师杨志胜作证，伊是当初是案件的承办科长。伊伫庭上讲，专案提交都委会审议的3大理由，包含前都法局长黄金无指示，伫辩论会郭文地裁示，抑搁伫市长交办单要相关的要求。不过伫规个案件审理期间，因为罢免按投票要到，也发生一寡事件。一波犯罪，为什么他不能出来投票？这一点国家讲清楚啊！如果今天不准他投票的话，那个理由要能够说服全国人民。洪验压的郭文地也收到投票单，伊的看守陈培基伫面册发声讲，翁西要洪剥夺公权，依法有投票的权利。民众党也表示会向法院提申请，互郭文地会当改互投票。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国科会甲卫生福利部的专案小组，昨针对第4代女子骹球队抽回争议来进行讨论，要全面来调查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甲教练周大英所有的研究计划甲论文。国科会佮体育署嘛来针对体育甲运动科学相关的计划来调查，讲敢有使用抽回样本，那违反人体实验的规定相当是当来撤销周大英的博士学位。下晡4点半开到暗时9点外，这场会议，教育部、国科会、卫福部针对第4代查某骹球抽回争议，讨论研究伦理、学生高级的对口、学生辅导、注销就大英的教练证，才作为内底研究伦理开上侪时间。2位老师研究计划清查范围，我们会从2位老师从任教开始，他所待过的服务学校，只要有执行运用血液样本的研究计划。我们都会来进行检视。只要是有涉及到运用血液样本的研究计划，我们会请这个计划它先前是通过哪个 IRB 审查的，
我们都会要求这个 IRB 要重新去清查研究者有没有按照审查计划去做进行。全面查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甲教研究大英的研究计划佮学位论文，学生已经提出也是外界检举的计划，由教育部 IRB 实地查核，国科会甲体育署全面查体育学领域，佮运科计划，敢运用到会议的建本。教育部一礼拜内按照清查结果，只要用到会议的建本，就送各校 IRB 立案调查。根据结果，若发现新事情也是违法，按照经济轻重办理重新裁罚。周大英的博士学位论文上当时撤销学位，也若周大英的教练证因为确定霸凌，达到教师法改评，而且一世人袂当担任教师，也是4年袂当担任教师的要件，会要求中华民国教育协会较严格来审议，确保本案的审议处理符合比例原则跟相关规定。如果有不符，教育部我们会要求。中华足协重审。北检透早以新闻稿表示，调查局台北市调处昨向中央大学调相关的研究计划资料，也去特殊地了解研究计划行政程序事项，以证人的身份约谈一位男性的研究助理，获申请回。另外，针对教育部要求特殊地教评会重新审议对周大英的处罚，特殊地下级教评会会伫今日中昼召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美关税谈判，一礼拜会进行新一轮的协商。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是表讲哦，伊目前了解台湾应该放弃32%的关税。在野党嘛质疑讲谈判的过程无透明、乌想。行政院甲美国的在台协会 AIT 拢有背会。另外，民众党团嘛提案，爱行政院长杜英泰一个月内哦，就爱到立法院针对关税应用来做报告。台美关税谈判约未定案，这礼拜阁要参详一轮，外界预估结果可能伫8月初1公布。不过，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声称台湾关税会到32%，互行政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反驳。台湾迄今并未收到美国对等关税税率的通知，而台美之间呢，本周也会有新一轮的磋商。这些谣言，无论是基于个人商业或是政治上的动机，都是不负责任，也非常的不可取。不过，在野指控台美谈判相关的进度、条件甲风险，规个过程到达无透明，这个是要暗砍谈判出卖台湾。那你们的这个贸易逆差都比日韩还高，所以以这样的推论，为什么大家会怀疑是32%？其实就是这样来。所以希望政府不要再用黑箱作业，也不要让我们好像在开这个关税的盲盒。民众现在都在黑箱里面，在阴影里面。不知道现在到底谈到什么样的一个进度？柯文哲表示，美国去年对台湾贸易逆差有739亿美金，是比日本、韩国悬。因为美国甲韩国有签 FTA， 美国甲日本是军事同盟，但是日本、韩国拢封扣25%的高关税，台湾敢会当比25%加，这也无确定。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台湾民众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张启凯是批评政府政策无确定性是上大的威胁，所以民众党团提案，爱行政院长杜英泰一个月内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关税谈判有信心吗？访问到关税议题，杜英泰无加做回应，也被烦恼政府隐瞒谈判过程，表国人面对关税亲像咧流司机的佚佗米。我们给我们的谈判代表最大的支持，所有的臆测、所有的谣言，应当止于智者。我需要强调，台美的关税搁咧谈判，美国国会表达全力支持台湾，咱也拍拼保护家己的利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积电哦，伫7月18台股收盘，市值已经超过1条美金咯。今仔哦盘中上悬阁起到1160块，是被进前的历史新高哦。也毋过哦，又搁落有专家是认为哦，伫台美关税也无有结果，要阁创新高，恐惊是无遐尼简单。另外，经济学人杂志嘛有文章指出讲，川普哦会针对产业来扣关税，对咱台湾佮新加坡影响可能会较大。AI 的风潮，互半导体产业链受到关注。将以台钢大厂台积电18台股收盘达到历史的新高，1155块，市值超过1条的美金，创下亚洲股票的头一个，嘛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关税是32%。请问一下，关税有预定明年吗？在谈。规个产业链受到关注，由6大工协会甲本土机器人指标大厂，嘛做 AI 机器人产业联名。不过台股落38.9点，开盘23301点，台积电嘛小可有起落，开价1145块。主要的原因也是受到台美关税影响。
更重要的是，那么在美国是如何那么来进行课征，那么以及它的一个标准的所在。那比方说，那么如果它是用这个晶圆产地，那么来进行课征，那么或者是用大水库的一个理论，相对的恐怕在台湾所必须承受的晶片的关税，那么税率就会是比较高一些。经济学人最近嘛发表专文，提起美国总统川普目前上较严格的关税是产业的类型，因为产业型的关税欠缺明确的对象，较好透过双边谈判来降价，尤其是半导体甲药啊。台湾甲新加坡拢互认为是会受到真大冲击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有劳工团体今仔伫行政院的抗议，因是指出讲美国宣布关税政策了后，就有劳工开始放无薪假咯，嘛面对裁员的危机。望讲政府会当承诺50万劳工的工作权会当受到保障。劳工团体伫行政院头前抗议，希望政府重视劳工的权益。劳工团体指出，因为受到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劳工若拄到放无薪假裁员的危机，未来阁有可能会冲击50万的劳工。也毋过劳工说拢毋知政府的谈判过程。劳工团体嘛指出，目前提出的政策嘛是针对失业了后的措施，因要求政府执行保障劳工的工作权。稳定的工作权就是劳工最低的底线，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人肆意的剥夺现在我们政府的关税谈判，不跟我们劳方做任何的对话。政府能给的就是失业补助，还有再就业培训，但是这么多的中高龄劳工，培训量到底够不够？劳工团体呼吁政府除了公布谈判的进度，嘛要让劳工加入决策的过程。另外，伊嘛指出，目前一寡年岁较大的劳工无法度承受失业的冲击，针对未来工会保障，伊嘛要求政府应该提出更较详细的政策。行政院回应，受到国际谈判条例限制，目前无法度公布详细的会议内容。也毋过谈判绝对会保障人民的权益，更具体的来维护国家整体的利益。所以。如果有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谈判成果，我们也会适时的对外说明。行政院指出，政府会继续和各部会讨论，针对未来冲击会提出相关措施，减轻关税对产业界的冲击。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关北风地学术基金会昨伫全台湾提供免费的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发现讲5000外接受检查的民众有肝包药的比例就超过一半，伫中华甚至是超过70%。医师嘛发现讲肝包药去治疗肝癌的比例嘛有增加的趋势，未来会针对40岁以下的民众来加强防治。医生详细替病人看超音波检查肝、胆、药脂这器官敢有健康。这是关边风地学术基金会举办的免费超音波检查，礼拜伫咧部立中华病院进行。146位检查的民众内底，有116个人肝检查出有各样。那这个过程里面发现有30多位的民众肝脏有这个血管瘤啊还是有这个肝的结节甚至囊肿这些问题。此之外也发现了有70%的这个民众有脂肪肝的问题。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全国计共有5661个民众接受检查，其中特别注意的是，民众脂肪肝的比例真高，也就是咱台语讲的肝包油。今年有3103个民众检查到有脂肪肝，比率是54.8%。即马照超音波看即个脂肪肝，按照咱超一半以上的人拢有脂肪肝，有可能是地方食了较好，运动佫无够。脂肪肝有可能会引起发炎，引起纤维化，甚至硬化，还是早已的肝癌出来。医生指出，目前因为无直接治疗脂肪肝药物，所以上好的改善方式就是透过运动、食食。肝边风地基金会嘛提醒民众，肝边伫枕头无明显的镜头、真歹知觉，一定要有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统计去年有长照资格都有超过558000个人。目前咱国内是有134个家庭照顾者服务的据点这些照顾者嘛需要政府的支持，所以未来係希望能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讓因法度會當繼續行落去。
台湾伫今年进入超高龄社会，加上为着要照顾适龄失智的时代，嘛有可能出现生理不足的状况。卫福部伫2017年开始推出来支持家庭照顾者的服务，包括电话服务，佮有提供家教的据点，互照顾者有所在通讲，有人通分担因的压力。到达为止，目前全台22个县市拢总设置134个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训练300几个专员，提供这寡照顾者的心理支持服务。我们家照专员的社工跟他耗了3个月到4个月，他后来感动到了，原来我们家照据点处理的不是只是给我资源而已，你们要帮助我的是我这个人的主体。有一个照顾者他跟我说，因为呢，他看到了家珍，他开始去工作，他觉得他也有不一样的可能，他想要试试看。那他现在已经就是稳定照顾，那先生的话就陪伴外出去做复健，因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他要的。根据家庭照顾关怀专线的统计，其中上需要的是情绪的支持。有我5成的专线卡入来人是因为照顾到郁卒、人神神，甚至是受气抓狂。政府培养家教专员，就是希望有人会当陪伴照顾者面对家庭的压力，减轻因的负担。全国134处的家照据点，这边来提供照顾者一些需求，那给他一些心理支持。甚至有一些初任的一个新手的照顾者，我们也会协助他所谓的照顾技巧的这些相关的指导。卫福部表示，未来会将互相喘气的服务正式加入长照3.0起始班，并且扩大照顾的对象，包括50岁以下的少年型失智，甲出院了后急性末期的适龄者。卫福部表示，为着要打破年岁限制，照顾到更较侪需要帮助的人。记者李亚轩、谢桂玲台北报道。AIT 又昨日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讲美国甲台湾等个参详要做伙来发展太空港的计划，未来有机会甲台北飞休斯顿对目前15点钟缩短到2点半钟。另外，国科会要伫屏东的9坪社会进发射的场地，嘛按算要扩大来乘做太空港。3、2。科研火箭发射去天顶，台湾最近几年积极推动太空科技的发展，确定国家发射场要设伫屏东的9坪。按算上紧，2030年、2031年渐渐完成中型的建制。因为 AIT 之一伫社群平台发文，佮引发这个所在未来敢会当发展做太空港的讨论。AIT 表示，美国甲台湾当咧参详可能的太空港合作，未来有机会透过阿轨道飞行，甲台北甲休斯顿之间的旅行时间缩短做2点钟半。合作的初期可能以无人费运任务为主，技术若渐渐成长，也当发展到载人飞行。这代表美国甲台湾真深的科技伙伴关系。国科会回应，台美的太空合作继续进行，针对更较侪可能性，咱方态度乐观。不过，太空运输的具体计划甲方案，都要进一步的评估甲讨论。我们这边也会再跟国内的有关单位来做相关的讨论。那如果有需要的地方，外交部这边也会非常乐意的提供相关的协助。太空港是新的运输模式，利用大型飞行机挂太空飞行器飞去天顶，到一个关度了后，飞行器搁再甲引擎点护倒，探底飞出大气层，并且伫太空调整角度，向准要去的所在以自由落体的方式重新登去地表。所以台湾到休斯顿的航程会使对目前的15点钟缩短到2点钟半。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资料显示，美国今嘛有10几座的太空港。要设定这样的一个太空港，其实它有一些这个周边的需求，譬如说它可能方圆多少公里以外必须要净空，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音爆对环境的这个冲击的部分，其实都是要去考虑的。学者水平太空港计划初期的运输成本虽然需要大约20万美金，不过若真正会当发展做普遍而且会当重复使用的运输工具，按算未来会当降低成本。在各个小资发展相关技术之下，台湾也应该积极评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个继续对战，英国甲其他27个国家是共同呼吁讲，冲突就应该爱随收煞。也毋过，以色列最近对加沙中部的军事行动日头搁再增加咯。世界卫生组织昨嘛证实讲，当地员工宿舍甲仓库受到攻击。联合国也表示讲，当地有10万个妇人人甲囡仔严重营养不良，量要活袂落去咯。
政府前时一下4月拢是装甲厝遐。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为2023年10月7到今，死亡人数已经来到59029人，活6万。战火无停，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也当来恶化，因为严重欠食品甲医疗用品，便宜收地的营养不良儿童数据真紧的增加。المشكلة حاليا بعض الأمهات تعاني برضه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ونقص الحليب عند الأمهات مما يؤدي إلى سوء التغذية عند الأطفال ونقصان في الوزن، هذا كله يؤدي إلى التهابات حادة عند الأطفال و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يؤدي إلى الوفاة بسبب الالتهابات الحادة وسوء التغذية ونقص المناعة بالأطفا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顶个月加沙有超过5800名儿童被诊断出营养不良，这是加沙儿童营养不良人数连续第4个月增加。包括英国、法国在内有28个国家里已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随结束这场冲突，也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援助系统危险佫无尽头。The IDF has driven Palestinians out of 86% of Gaza, leaving around 2 million people trapped in an area scarcely over 20 square miles. Whatever this Israeli government might claim, repeated displacement of so many civilians is not keeping them safe. In fact, it's quite the reverse. 目前加沙有超过200万巴勒斯坦居民，当处伫灾难性的人道危机中，生活基本依靠以色列稳准政治的有限援助。以军最近佫一摆加强对加沙中部戴尔巴拉赫的军事行动，以军战车佫开始头一摆开入这个所在，这是加沙人道援助行动的重要中心。长期以来，避开大规模战事，以军研判哈马斯将人质藏伫遮，根据相信50名人质中至少有20人也活着。世界卫生组织伫暗称是为伫当地的员工住所加仓库做着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对当地的情况感觉着惊，佫大声呼吁维持人生存的最后一条生命线当咧帮盘。公司新闻地为您编译。南韩过去一礼拜落超级大水雨，这大水目前至少有19个人死亡，阁有9个人失踪哦。另外，受损的建筑物甲设施计共是有9652件，阁开放无到一半，是有超过14000个人脱离避难，阁有2500个人无法度转去处理。山脚的路严重受损，地势较低的所在规个乱糟糟。怪兽伫大雨当中，当咧清理残骸。画面内底即个毋知影啥物物件已经变形去，看会出来水呛落来力头有偌大。基基岛嘉平郡20通报17点钟内落雨的雨量是173毫米，超过1998年全国高日雨量的记录。伫嘉平郡即间餐厅规个乌有去。 밑으로 쭉 가라앉은 거야. 근데 물이 여기까지 차더라고 여기까지. 근데 마침 저런 이런 새 파이프가 있었어. 새 파이프를 있는 실거 내가 붙잡고 있던 거지. 있는 실거. 내가 여기서 10년 장사했거든요. 이게 뭐냐고 10년 동안. 냉장고가 몇 대고 그런데. 南韩总统李在明日去庆祝南道的三清郡视察大水雨了后的灾情，听中建工课简报。李在明办公室表示，政府会针对这届大水雨造成严重灾情的原因来调查，详细针对极端气候提出应用的对策。这届超磅的大水雨，估是伫三清郡就造成10个人不幸死亡。这届大水雨为10日开始就无休困。 庆尚南道三清郡20通报南部地区累积的雨量要到800毫米，而且大水雨打咧落的时阵，都发生严重的水崩山，甲厝甲车路拢冲歹去。因也伫首尔南部有一堵挡土壁倒去，有车去土石抬去，造成有民众不幸死亡。另外有一家伙仔4口走去露营的时阵，去水流去，敢若有一个人活咧。目前全国有约2000个公共建筑，甲超过2200个私人的农田甲农作物等等受损。 日雨有较歇，天气又搁开始变热。气象厅已经发布高温的警戒，提醒民众预防跳伞。公司新闻黄文亮编译。再来看咱国内哦，南部甲东北部今仔开始，嘛开始6港的年度大流。屏东东港透早就已经海水倒激，有部分路段嘛已经淹水了。县政府也是出动抽水机透明抽水。 另外，伫小琉球的沿海哦，海水保留，所以县政府嘛提醒沿海甲地势较低民众，都要特别注意。明明都无落雨，不过大路边却出现未少积水。2027的年度天文大流影响南部甲东北部沿海，屏东东港的东庭里因为地势较低，日透早水就一直为排水沟溢出。县府前一暗就指示镇公所透明准备抽水机区。阮有咧建议讲，迄个这2条溪的尾无，
下尾要来做防潮闸门。啊，你即马你无做防潮闸门，你干那要讲路面，可能效果不大啦。虽然水伫天光了后已经退去，也毋过因为这几日南部不时咧落雨，也互民众烦恼饮水状况更加严重，所出现不满。因关系啊，因关系啊，无要处理啊。那当天里、当量顶、地势同款家里、排水沟边啊，拢提前准备好抽水机区。但讲沿海几日一拄着大涝的淹水，唔但影响民众生活，也阻碍上班的道路。要等那个退潮，我们才可进来，不然就是要穿雨鞋进来。而且它那个好像都是海水基本上如果淹进来，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就像东势就会生锈什么之类的。海水满出来也造成海出口一带分别呈陆地甲海界线。除了东港小琉球沿海这2日把涝明显，因为天文大涝会继续落日，屏东县府也提醒沿海甲街区地区的民众一定爱细致，严防局部淹水甲海水倒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湾各地最近常常落雨。昨下晡伫南投埔里约嘛发生土石流，有7户人受到影响，加在是无人受伤。另外，即马路面的土石已经清甲差不多了。今仔埔里镇长嘛去现场视察，嘛表示讲会来协助受灾户。南投埔里镇夜港里的大溪路，21下晡因为上大雨，在下晡4点外时发生土石流，大量的土石甲雨水为山架冲落来。上严重的第1户，1楼有一半以上去互土石流淹掉。另外，嘛有土石冲入去邻家厝内底，20支透早居民赶紧清理家园。因为都淹水，我昨天爬楼梯从2楼阳台进去，我到楼梯看看里面淹上楼阶梯不要几阶。就请他们相关的勘察，然后配合，那请我们这边可以住得安心一点。21土石流发生了后，里长就随通报埔里镇公所，有在地民众家己使怪手，嘛甲厂商合作，用机具清理车路的土石。暗时8点外已经要清了啊！20支埔里镇公所的人嘛来到现场了解灾情，指出拢总有7户受到影响，其中有3户受损上严重，新安置到旅馆上无3天，家在无人受伤。其他伫厝内底的部分啦，外围的部分要用人工的再来请咱的这个弹药库的这个国军的弟兄来帮忙。埔里镇公所强调，客家的部分也咧协调国军来斗卡手。接落来，嘛要请水保署甲林业署来改善山坡地水土保持。记者邢兴怡南投报道。南投县是全国落尾一个提交国土功能分区图草案的地方政府，5月才提交。内政部的国土署今仔早起进行审议哦，也毋过有在地团体佮环保团体是开记者会批评讲，有一寡旅馆本色掩埋场佮焚化炉相关的开发案，按算是要设伫位伫农业甲国土保育的所在，因这个县政府根本是无心要来保护农地。透早，环保甲在地团体来到国土署头前开记者会，不满南投县总预算提出国土功能分区图，不过有一寡土地已经划设做农业发展，也是国土保育地区，所规划推动兴建旅馆、掩埋场甲焚化炉，涉及县府无心保护农地。你的左手规划了这块民间乡的土地是特农，但是你的右手却又在这里想要盖焚化炉，这不是很荒谬、很矛盾的事情吗？虽然无告场，南投县民间乡长也表达，目前南投焚化炉有定地，4块位拢有农业生产，反对老厝选址。每天要烧700吨的这个垃圾，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茶叶？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农业？不应该呢？南投县政府要盖什么就盖什么，这样子很草率的来决定。国土署早起由专案小组审议南投县国土功能分区图草案，在地团体指出，即马乡村变甲受城市，埔里袂少卡被损产已经散平，开发的细粒伫国土计划法实施进程，等咧积极展开。国土计划法还未公布执行之前，有一股加速埔里土地变更，导致土地急速大规模开发的现象。
南投县府回应，离离审议公联分区图，甲各种开发案推动是两件代志。也毋过尊重团体诉求，另外敢是一手为设农地，另外一手变更开发。县府强调，任何土地变更拢需要经过合法程序，依法办理。有关兴建焚化炉影响4块位农地，县府指出，其他县市焚化炉4块位也拢有农地，并无传出污染事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竹县关西山区最近发现讲有人偷摒真侪起厝的废料，警方嘛已经将至少8台拖车的车牌咯，拢是对桃园的杨梅落栏目来遮偷倒废弃物。警方甲环保单位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地对查咯。原地应该是美丽的山区，新竹县关西镇的山坡地，所客人拼真侪建筑废弃物，而且偷到挖400-500立方公尺。看不过到现场了解了后，初步虽然讲无发现有毒物质，但过废弃物已经破坏环境，目前甲警方合作，要来抓出偷盗的凶手。有去现场稽查，那当下因为已经有被丢了一些那个废弃物的状况，7月15号的凌晨，有在被偷盗的这个情形。那主要都是那个建筑类的废弃物，所以目前这一案是持续在做这个刑事的侦办。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掌握尚无8台偷运废弃物的拖车车号，发现因拢是对桃园落栏来新竹偷盗的。后续会通知地主甲拖车司机到案说明，厘清废弃物来源。经初步检视，已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得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本分局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已锁定涉案车辆，并持续追查中。康贝克指出，这偷盗业者拢是利用3更半暝较无人的时阵来偷盗，而且倒煞就走，要抓着人无遐尼简单。康贝克讲未来请警方加强巡逻，避免偷盗的情况搁再发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中雾峰六股村守护起家厝的自救会，今仔是去告建商哦，把建筑的废料倒伫因的门口口，要求警方得爱调查。自救会嘛表示讲，因的家族已经伫遐住要100冬咯，建商说爱因拆厝兄弟，佮乌白来拼本色。因强调讲，目前拆迁的争议，佮会拍官司哦。因是希望讲会当优先来买厝的权利。一车的废土直接倒伫厝体门口，有住户记载袂掉。直接坐伫机车顶和建商来对赌，但是发生伫今年5月底，台中雾峰六股地区的民众指控讲，建商甲建筑的废弃物乌白倒，甚至用重机具要拆厝，指控建商恶意要逼因签线。第2日去台中向保七总队第3大队报案，指控建商违反废侵法，要求追查废土的来源。台中市环保局嘛有受理相关的认证，已经依法处罚。当地民众讲，家己和祖先世代住伫遮，自早拢和原本姓林的地主用租约的方式使用土地，嘛拢照约纳租金。不过最近大家拢收到准证信函。才知影土地已经伫2023年6月卖予建商，即马28号徛起内底有16号方要求爱签线，其中2号讲强拆。我们很多住户就是接到了拆屋还地的那个诉讼，嘿，一直在迫迁我们，一直在赶我们走。那个有住户还在诉讼中，他还是强行把他的屋子拆掉了。因为地主被占了也很可怜啊，前地主啊。那我当了新地主，当了2年，我也没有跟他收租啊。我的前地主在跟我买卖的时候，他到地政事务所去，根本他就是说我没有租给这些人啊。建商强调讲，因是透过合法的程序摕到土地的所有权，不过住户希望主张家己有优先购买权，目前双方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扫过哦，嘉义县有一寡所在阁还未开好，地水上乡哦，有一个80岁阿嬷厝里的厝顶破空哦，拢等无人来修理。这阿嬷佮家己爬去厝顶来修理，甲破空先补起来。村长希望讲有人会当来斗3工。画面上这位80岁女士，家己爬去厝顶要砍红布，厝边感觉真危险，一边手机录影，一边苦抗伊落来。嘉义县水上乡这间厝因为风台厝顶破空。所以这间厝的人会惊，所以赶来家己要来处理。衣服盖怎么办？我开始是盖，我是用那个布拿上去，把它盖上，后头我才他们讲那铁皮啊哈，在那里找了2张铁皮。
当地村长表示，风台过了后，庄内有一寡灾情，已经有通报乡公所来处理。这间厝的厝主嘛已经有叫人来修理，这位女士因为无想要等，所以才家己爬起伫厝顶，加在无发生意外。爱着我都赶紧啊！人厝主嘛咧看伊个，厝主嘛咧看伊个，即个嘛伊个啊！拢咧用着对拢咧用啊，未用到遐啊！厝主讲我来开钱叫人来看，你若莫赶紧。对啊，你迄是厝当厝，也毋是你困的所在，毋是足严重的。家己县政府指出，风台过了后，一个歹去的厝顶，民众想要看篷布，若是无法度家己来修理，拢会当通报当地乡镇公所、社会局的门项协助单位去斗相共。社会局嘛表示，县内目前通报需要协助的阁有300多户，会陆续派人来协助民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云林大溪的大排伫10时下晡，可能是操作水门的时出问题，造成海水倒激，一寡泰国水拢流到粉油啊地哦，将近9000斤的粉油啊拢死去，损失至少60万。有时候是要求相关单位要赔偿。云林县政府水利处嘛表示讲，已经有要求包商说明，后续交予保险公司来协商。勇士河行伫粉桥池，随手鼓起池中的粉桥，有的粉桥淡薄仔开倒啊时也看会到肉，不过多数拢已经穿空壳死亡。西顶勇士河就讲，这个月10时下到海水饱流，不过亲像水门人员操作无细腻，造成海水灌入边的沟仔，将垃圾水直接排入粉桥池。水门的时阵，结果的时阵，因做好的时阵，规模卖的时阵，将一寡海水入来的时阵，按沟仔。按这条沟仔入来，将我的水规个拢倒往我的窟内底，形成我的蛤蟆的阵全部拢死亡啊！西顶勇士河表示，伊的粉桥池放养大约6分地，约9000斤的粉桥全拢死亡，估计损失超过60万。附近也有勇士池，予垃圾水灌入，好佳在已经是空池，也阁需要消毒。对此，云林县副水利处表示，已经请相关包商来说明。请施工厂商先洽承经人。去了解一些现况，那后续也会启动保险的一个出险的一个作业，那让我们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进行所谓的现场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调查。那如果调查如果有确切属实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将会请由保险公司来做一个理赔的一个动作。水利处表示，19接到定情前反映了后，会同相关单位现勘赔偿接近归属。不过因为最近几年，云林沿海地区常有粉桥死亡的情况发生，希望定情前提供更较侪的事情。目前是等待保险公司调查结果了后，才会当确定讲有符合赔偿的相关条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